明月幾時有？中秋節咯。相信大家都聽過由蘇軾所寫嘅宋詞《水調歌頭》，佢係其中一首歌頌中秋節嘅詩詞。你哋都應該知道，喺農曆嘅8月15就係我哋嘅中秋節。喺食月餅之餘，你哋又有冇諗過中秋節呢一個名嘅由來啊？其實中秋呢一個詞同中國分配季節嘅習俗有關。一年分為4季，每季就分為3個月，稱為孟月、仲月同埋季月。例如冬季嘅第1個月就叫做孟冬，而夏季嘅第2個月就稱為仲夏。相對秋季就係由農曆嘅7月、8月同埋9月嚟組成，所以8月亦都叫做仲秋，漸漸民間就稱之為中秋啦。而中秋節賞月呢一個習俗，相傳就係由古代人拜祭月神嗰度嚟嘅。古時有一啲人就會喺農曆嘅8月15將祭品獻俾月神，當中仲會有大型嘅祭祀儀式，慢慢就發展成為審美同埋欣賞月光嘅行為習俗。一般人慶祝中秋節嘅時候就會玩下燈籠，更加會有各類嘅傳統食品，例如有碌柚、菱角、芋仔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月餅啦。月餅嘅由來眾說紛紜，但係自南宋嘅時代就已經有記載㗎啦。民間嘅人都會互相送月餅，寓意團圓，可以同家人一齊團聚同埋慶祝。就好似《水調歌頭》最後一句說話咁：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